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澎湃新闻报道10月30日消息，天眼查 APP 显示日前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等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4.2亿余元，执行法院为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风险信息显示碧桂园地产现存55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52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6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涉案金额2.4亿元，限制消费令21条，涉案金额17.82亿元。一方面这个碧桂园正在忙于债务重组有8只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了重组方案，涉及金额134亿元。一方面是被强制执行，也就是说这些暴雷房企到现在日子并没有好过，还是岌岌可危有今天没明天，还在挣扎刚才是南通法院正好今天还有一个新闻，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青岛法院2535万悬赏财产线索，多地法院高价悬赏地产老赖财产线索。你看这个新闻写的地产老赖也就是那些暴雷房企的老板，法院向全社会征集他们的财产线索，谁提供线索给谁奖励，这线索这要落实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一则最高奖励达2535万元的悬赏公告，剑指曾年营收1000亿的建筑行业巨头江苏南通三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黄玉辉等多名高管隐匿财产线索。此前，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亦对南通三建发布过最高悬赏金额65万元的悬赏公告。此类高价悬赏在房地产及上下游产业已非孤立。从去年至今，北京市海淀区、深圳市福田区、海南省海口等地方法院相继对房企及关联企业发布悬赏公告，涉及金额从74万元到9261万元不等，悬赏金额从5000元到2000多万元不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启动悬赏执行机制，旨在借助社会力量破解被执行人藏匿财产、拒不配合导致的执行难题，折射出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周期中，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债务链条复杂导致的执行困境。这里面我谈到我的看法首先第一个，这个悬赏的金额谁出呢？实际上是申请执行人出比如说这个房地产老赖欠你1000万，好，你申请强制执行，这个法院立马去那个公司，但是什么财产都没有了，烟灰缸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你要么就等6个月，这个案子就终止执行，就是中本，一般是6个月你申请执行开始，6个月内就来一个叫中本执行，等到有财产线索再重新执行。好了，这个时候你说要不这样的吧，既然法院查不到他的财产线索，我们向全社会悬赏，谁提供线索给他奖励100万。那这个线索呢，那必须是可执行的也就是你不能捕风捉影，说这个老赖在那儿有一套房子，这个老赖这什么房子什么财产在谁谁名下，你得有证据法院一拿到这证据就可以去进行关联，进行强制执行，查封冻结。好，如果有人提供了这个线索，那法院就真的去把这个财产给查封冻结了。那这个时候他如果追回来1000万，你这个1000万里面拿100万出来做这个赏金，这钱肯定是你出法院不可能出这钱老赖也不可能多出钱。所以说你为了拿到钱，你必须拿出一部分钱出来做赏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很多人咱们叫赢了官司输了钱。你打官司肯定能赢，别人欠你钱，但是你要想把这钱拿到手，那太难了。法院为什么给你悬赏呢？大家琢磨琢磨，你到法院去申请悬赏，法院就会听你的吗？对吧？你申请法院说把那个老赖给逮起来，他拒不执行，他家里就是有钱，法院会去逮吗？法院是你们家的吗？所以这里面对吧，这个弯弯绕你仔细想去吧。也就是你为了把自己钱执行回来，你要投入更多。第三个这也说明这个南通三建
他是被迫成为老赖啊。当然我只是这么一说啊，我没有证据啊。为什么呢？因为南通三建他肯定是开发商欠他钱呢，应收账款呢。你看恒大欠南通三建多少钱呢？他能要得回来吗？他要不回来啊。但那不管呢，对不对？你欠别人的钱你就得给啊，他这个没法顶账，对不对？你这个南通三建说你跟我要钱，那你跟恒大要去吧，我把恒大的账转给你，你跟他要去行吗？那人家不同意啊，对吧？人家就得跟你南通三建要钱，强制执行。南通三建的老板一看完了，对吧？本来是恒大欠我钱，融创欠我钱，他们给不了，我拿他没办法。下面人对吧？人家债主拿我，对吧？要告我，完了之后要申请我破产，查封我的家产，所以他肯定得转移财产呢，把他名下的房子、名下的钱、资产完全转移啊。你想一想吧，肯定是这么干啊。那你转移对吧？那人家的法院就得向全社会征集线索，征集你的财产。实际上南通三建他也是受害者啊，一定是这样子的，这都是房地产暴雷导致的。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对吧？为什么美元债的债权人人家全球追这个许老板的债，所以许老板他日子不好过啊。他能躲国内的债权人，国内的债权人拿他没办法，但是你躲不了这个海外的美元债的债权人，人家是全球刨地三尺啊，掘地三尺把你的财产给找出来。但是国内的债权人没办法啊，他现在只能是通过悬赏，悬赏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这个悬赏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你要拿到，你不光要提供线索，你还得提供证据啊，或者是你提供的线索让法院马上能查到证据，这个财产是他转移出去的，不容易啊。所以国内这个环境啊，对这个赢了官司的人其实并不友好，这就是为什么老赖越来越多啊。老赖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你比如说限制高消费，你能限制高消费是限制那些没钱的，有钱的老赖根本就限制不住。人家你不让人家坐飞机，对不对？那人家就坐这个商务车嘛，商务车对吧？两个司机轮流开，从北京到上海，人家在车上睡一觉就到了上海。你不让他坐高铁，不让他坐飞机，人家照样可以去上海，没毛病，对吧？你说不让人家买豪车，那他在他什么亲戚家名下挂一辆车200万300万的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不让他住酒店，人家就住5星级酒店，让别人开房他住，你不让他上那个豪华馆子，他也不掏钱，对不对？别人请客。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些有钱的老赖，你这个对他的限制没有什么用，你只能限制那没钱的老赖。那他没钱呢，他当然消费不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老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老赖吃香的喝辣的不受影响，他唯一影响的就是他没钱，他享受不了。只要他有钱啊，你根本限制不了他，对吧？老赖要做的，他无非就身边带个秘书，让秘书替他付钱，或者让助理替他付钱，对吧？钱七挪八挪的挪到他助理的这个支付宝账户上，或者是微信账户，你能有他什么办法？这个法院啊，现在被逼发布悬赏公告，实际上就反映了啊，这个叫应收账款暴雷啊，会火烧连营啊。这个南通三建啊，欠别人的钱，那下面有的企业扛不住，他也得暴雷。所以明年啊，恐怕像这种情况就越演越烈。这个我在以前节目就说了，因为恒大暴雷以后啊，现在已经第4年了，确实有很多人扛不住了。明年第5年，那你说还有哪个企业能扛得住呢？就是你欠我的，我欠他的，对吧？虽然恒大不欠你的，但是恒大欠南通三建的，南通三建不欠你的，南通三建欠别人的，那别人恐怕欠你的，你还是受影响。所以说啊，随着恒大暴雷4年了，这个房企啊日子并没有好起来，反而是越来越严重，对吧？它是上下游啊日子都越来越难过。正好网上还有个段子啊，说这个某建筑企业长期穷困潦倒，就类似于南通三建这样的啊，这肯定是穷困潦倒啊，对吧？开发商欠他钱他也结不着，现在也没活干，所以工资发不出来，说为了维稳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会议一结束啊，说突然这个公司啊发出通知，开始发放生活津贴，员工们都很高兴，觉得经济稳中向好的信号啊来了，标志着啊稳中向好了。因为不仅发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还发生活津贴了嘛。结果说啊，是由于这个建筑公司的 OA 系统啊中毒了，发的通知是假的，补贴领取的链接啊是钓鱼链接，但是啊还有很多员工啊被骗了2000元，本来最低工资发放就是2740元，被人骗了2000，现在只剩740了。你说说吧，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麻绳专挑细处断，越渴越吃盐呢。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海外评级机构啊又开始唱空咱们房地产了啊。这个惠誉啊，他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维持缓慢下行态势，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说的这叫止跌企稳，或者叫止跌回升，稳中向好。这惠誉他居然说我们是缓慢下行态势。我们看看惠誉是怎么说的啊。10月29日，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石露露指出，中国房地产行业尚未触底，复苏趋势存在不确定性，
今年一季度市场虽短暂回稳，但自4月起，新房销售额和价格均回落至下跌区间，6月份跌幅进一步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降幅也持续扩大，一线城市未能例外。惠誉预计中长期中国年均新增住房需求约8亿平方米，其中新建商品住宅可满足6亿平方米需求，相对于2025年预期销售面积还有15%到20%的下降空间。展望2026年，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未售库存高企、就业环境不明朗以及购房者支付能力较低等结构性挑战，行业销售额可能继续下滑。石露露认为，短期房价大概率延续窄幅波动、分化修复的态势，3、4线和弱需求区域压力大，高端和改善类住宅更具韧性，单靠房地产政策难以扭转市场局面。你说这惠誉说的叫什么话？或者说我们开会不管用出政策也不管用，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开会肯定是管用的，要不然天天开会干啥？政策也有用没用要出政策干什么呢？行业稳定需要一揽子政策解决现有痛点，意思就是你要救房企救房地产，你光出房地产的政策不行的，你还出一揽子政策，包括经济提振、就业改善和有效去库存等，止跌企稳尚需时日。那这个说法就是大错特错了跟咱们主流媒体唱反调他说止跌企稳尚需时日，咱们现在就已经止跌企稳了所以说这惠誉这个确实带有偏见惠誉普预计行业将平稳以每年单位数下行，而不会大幅滑落。这惠誉的意思是咱们一年跌个几%，就这么往下跌，不会暴跌，不会加速，就这意思。房企分化趋势加剧，头部中资房企将销售回款的40%到45%拿地，通过优质新项目改善销售和利润率，而实力偏弱的地方性国企和民营开发商则因资金链有限面临更显著销售降幅，市场份额持续向头部企业集中。我觉得这个都是幻觉假象。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头部房企拿这个资金的50%去买那个好的地段的房子，这好的地段房子现在不是好卖吗？上海那个豪宅对吧，都是日光，那些豪宅项目利润还高，还好卖。所以说那意思就是这些很多有实力的房企它慢慢的调整结构，对吧？资金资源向这个豪宅集中，来改善自身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这个也是这个是片面的看法。也就到明年呢，豪宅还能卖得动吗？豪宅的韭菜难道是割不完的吗？这个惠誉的这个研究人员显然他是不懂这个高质量和低质量这个辩证关系他说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就是人口老龄化呗，然后未售库存高企，也就是这个房地产的库存呢越来越多，然后就业环境不明朗，那就业环境现在很多人失业然后购房者支付能力较低，就是买房子的人呢没钱一失业他就断供了，就这4个原因导致了明年这个销售额继续下滑。所以我说这个惠誉它实际上是不懂这个高质量低质量这个辩证关系我们人口下降是低质量的人口在下降，高质量人口是在增加的，对吧？这个库存呢增加，那也是低质量的房子库存增加了，高质量的房子那根本就那日光嘛，上海那个高质量的房子30万一平的1.5亿一套的，那不都是日光吗？那个难道是低质量房子吗？那个是高质量的，对不对？所以高质量的根本就不愁卖。就业环境不明朗，那也是低质量的拧螺丝的，对吧？你这普通的这个韭菜工作不好找，但是你要搞什么人工智能的你是搞什么高科技的，那工作不仅好找，而且还高薪，对吧？这高质量呢，购房者支付能力较低，那也是低质量的人支付能力较低买那个1.5亿一套的房子的人，人家支付能力，人家都是全款，怎么会没支付能力呢？支付能力低的都是低质量的。所以说这个惠誉他就没整明白这个高质量低质量这个辩证关系一味的唱空咱们楼市，这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楼市说好了就是已经止跌回稳了，那就叫止跌回稳，说你稳你就稳了，不稳也得稳，对吧？说你不稳你就是不稳，稳也是不稳。这个有关部门最好是找惠誉谈个话，对吧？教他们怎么，对吧？理解这个高质量和低质量的这个辩证关系，要不然他在中国这业务很难开展，对吧？总是不赶趟，然后他显得总是在唱反调嘛。
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啊，说这个原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老师叛变了，怎么叛变了呢？他现在居然说这个房地产啊开始不是支柱产业了，说什么啊新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将代替房地产，老基建成为经济新发动机，带来无限新机遇。这个记得前不久这个任泽平老师还不说这个房地产是经济支柱嘛，重中之重啊，是最粗的那根柱子。这怎么短短的才几个月，就马上就扭头就不认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基建、数字经济代替房地产，可见啊，任泽平老师已经叛变了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孟晓苏，大家看视频，你看孟晓苏老师啊。现在中国出现了居民只存款不消费这种特殊的现象。我看到一个数据，2020年之前居民存款的总数是70万亿啊，结果到了现在2025年，居民存款达到了160多万亿。你看，就是在这5年里增长了90万亿。为什么居民的存款越来越多，反而消费了？普通家庭他不是说没有消费能力，本来我们就有一个省吃俭用存钱的习惯，在这几年啊，这就不是习惯问题了，这叫应对，对于经济低迷的应对，造成大家握紧钱袋不消费。所以看得出来啊，这个银行资金大量增加。本来我们早就说过 ，M2 应当是你 GDP 的2倍。我们中国的 GDP 现在是136万亿，折合成270万亿的 M2。结果你看我们的数据是多少？335万亿的 M2， 就是因为多年不流动，全堆在银行堵死了，资金不出来，这就造成了多大的祸害，包括这些年的经济下滑，包括就业岗位的缺失，包括收入水平的下降，这一系列都是从居民消费信心不足开始。所以这些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们不清楚，他就不知道原来就是中国的一个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已经垮塌。我们都知道房产它占了居民家庭财富的60%到70%，一旦是他家庭最大的资产贬值，他就要考虑到如何还债，一下子你从了正资产变成有可能是负资产啊，这个时候居民就要考虑我自己手里还有多少资金，我如何来应对有可能到来的这些资产价值的进一步下跌了。居民这个时候不是拿钱消费，而是把钱紧紧握在手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前些年整个楼市向好、经济发展旺盛的时候啊，人们感到就业容易，收入啊也容易，人们认为自己的生活预期看好的时候，他就愿意消费。过去人们总觉得不买房就会拿去进行别的消费，现在是现实摆在面前呀。当居民不买房的时候，他别的也都不买了。要知道，过去居民购买的这些东西还是大件占的资金多啊，并不光是这个猪肉白菜。那居民买了房子之后，他才相当于买了你的钢铁、水泥、玻璃啊、陶瓷。买了你这房子之后，他才去装修，他才有这么多的家具家电的需求。不买房，他买个空调挂什么地方？挂树上吗？就这些都是消费啊。我们说消费不能说是空的。你说老百姓买什么啊？你现在一旦他不买房子了，这些很多重要部门的这些消费品他就不需要。所以国家要出台休换新政策，是在整个楼市垮塌面前能够保护多少保护多少。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房地产一旦垮塌，受到压力的这些行业可不是一个两个呀。我们看到今年汽车也萎缩，就只有国家投资这部分不萎缩啊。你像这个军工啊不萎缩，航天啊不萎缩。有些人我说我跟这个房地产关联很远，我不过就是一个路边摆小摊的。哎，那你看看你是不是受影响？因为这个写字楼啊本身没多人上班了，就没有人到你小摊吃饭了。你看很多都是和源头就业有关，就业拉动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你比如说你房地产和建筑业拉动了钢铁、水泥和部品生产，第三层就业有可能拉动到服务业。但是一旦是把源头堵塞了，你看前面衰退，后边也跟着衰退。所以我是把根根讲清楚啊。我觉得好的医生就是能告诉你，你说你这个腰疼腿疼，他给你找哦，原来你某个脏器出了毛病。哎，我们现在就能够把它剖开，告诉他，你看我们在这儿出了毛病。哎，我们看得很清晰的。有没有其他国家就是不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我要反过来问你，找出一个国家它不是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拉动经济的，告诉我。你找不出来，你只能找出一个国家，叫朝鲜。朝鲜没有房地产，朝鲜有建筑业。我们看得出来，美国经济这么旺盛，美国的房价节节上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是把一个房地产商选出来当总统，而不是选别人。日本就是因为没找着病根，最终日本是在2012年，就是低迷了20年之后找到了病根，然后采取了像美国一样的措施。现在我们看到它又开始旺盛了，年轻人又对未来
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原来在日本这个国家，它也是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是两个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是有钱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是低收入群体的有效需求不足。有钱的居民有效需求不足啊，是原来买大件的东西被限购了，所以我一直呼吁你放开啊。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这部分群体，他们不是说不缺房屋，他们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供给。如果通过健保账房，那我们就可以从两端都造成有效供给这样用大规模的有效供给来形成新的需求，形成新的消费，这种经济人家就对吧，一直坚定的是看好房地产，房地产就是支柱产业、支柱经济并且认为全球对吧，哪个国家房地产行业都是支柱，唯一的就是朝鲜，说朝鲜没有房地产，只有建筑业。他这说的很有道理朝鲜没有房地产对吧，你拿钱也买不着房子，你只能等着国家分配。他连农民都是分配喜欢不喜欢？这个孟小苏他这个观点实际上最后又是到了这个叫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吧，又落到这个叫争论之上。按照孟小苏的观点，那就是得房地产先好起来，大家就业对吧就好了，消费也就好了，就业好了，那房地产这个更加促进房地产发展。他这个观点应该是过时了，放在10几年前是可以的。现在呢，因为大家都预期对未来不好，韭菜已经上过一次当了，就很难第二次再上当。也就是说你政府得把很多事情做好，比如说这个医疗保障对吧，对未来你要让韭菜放心，所以你要做好保障，这个也不是1天2天能做好的，这个也不是说开个会采取什么一个举措就能扭转的，这个对吧，还得下大力气大功夫。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要切实提高韭菜收入，韭菜的收入一提高，韭菜就业解决了，那他的信心自然就上来了，信心上来了，那他就要买房对吧，韭菜一买房，那房子自然就稳住了。你现在说忽悠韭菜去买房，韭菜收入没增加，那这不是坑他吗？这个韭菜入市不积极对吧，一旦韭菜真买了，听到你的建议真买了，但是这个楼市没拖住，还在下滑，还在下跌今年把你首付跌掉，明年跌你一半，韭菜都破产了，韭菜不仅工资没涨还破产了。所以说你不能指望着韭菜现在踊跃去买房把这个房价拖起来，你只能说想着怎么样提高韭菜收入，也就是在分配中怎么样给这些刚需这些基层的韭菜多分一点，让他们有信心。你比如说吧，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一篇文章叫第一批在鹤岗买房的人开始撤离，房子4万，工资1800，开不起暖气。他这文章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你看房子够便宜你也有钱买，好多人不一腔热血吗？跑到鹤岗去买房了，但是鹤岗的房价稳没稳住我不知道，但这些人都后悔了，这些人待不下去。为什么待不下去说来说去还是收入这个文章也能佐证就是孟小苏这个观点，就是韭菜如果现在真的去买了房，但是韭菜收入提高不了，那这个日子也过不下去，没法坚持。那孟小苏的观点就是你先买房对吧，大家都买了，房价就稳住了，稳住了经济就好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过去20年房价涨了这么多，韭菜的工资并没有涨多少对吧，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对吧。过去20年房价涨了10几倍、20倍、10几倍吧，那工资涨了10几倍嘛。那你想你现在房价涨1倍的话，你工资只能涨10%，那你说韭菜扛得住吗？是不是这个逻辑他这个文章说说这个越便宜的东西背后往往藏着越高的代价。2019年，黑龙江鹤岗一套房仅售4万元的消息迅速席卷网络，幸好是6年前你现在说一套房卖4万，已经没人关注了。2019年呢，正是房地产烈火喷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鹤岗一套房4万，一下就吸引了全国很多人的目光。这些人主要是绝望的，因为他们在他所在的城市根本就买不起房，已经断了念头了。只是突然一听说鹤岗这个地级市居然一套房只要4万，立马也燃起了这个对吧火光。希望无数人被白菜价房产吸引，怀揣着低成本安家的梦想，奔赴这座边陲小城。然而几年过去，当初蜂拥而至的购房者中，也有不少人悄然退场。他们终于明白，所谓便宜不过是生活现实的一道伪装。社交平台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一套50平米的住宅标价仅4万元，折合每平米不到800元，这个价格甚至低于1线城市半个月的租金，瞬间点燃了无数租房者的希望。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人打包装行李奔赴东北。刚毕业的年轻人渴望摆脱房贷压力，远程办公者认为低消费环境能提升生活质量，退休群体则期待在这里过上宁静悠闲的晚年。当地房产中介回忆高峰期每天要接几十通来自外地的咨询电话，几乎应接不暇。有很多人直接把钱就汇给中介，让中介全程带他操办，把身份证寄给他，帮他办过户，全程人
人都没有来鹤岗，把鹤岗的房子就买好了。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报道特别多啊，说一位年轻人花5万元购入60平米二手房，另投入2万元完成基础装修。入住后，他频繁发布短视频，展示每月1000元即可维持体面生活的日常。视频中无房租压力，生活轻松自在状态，引来大量的点赞与羡慕评论。这股热潮不仅引发民间关注，也吸引了主流媒体的目光。央视财经曾专程前往鹤岗实地采访，记录外地人购房的真实情况。统计表明，2020年到2021年间，就这2年啊，外地买家在鹤岗购房的比例从5%上升至15%。许多人一度相信这里将成为新一代理想的居住地，但住进房子没多久，热情便逐渐冷却。人们这才意识到，房价之所以如此之低，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啊，大家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那些鹤岗的人房子4万万出卖，2万万出卖，他们自己跑到三亚，跑到云南，为啥呢？是吧？一定有原因啊。说最大的难题来自就业市场，机会稀少，薪资微薄，本地岗位多集中于服务业和基础制造业，如超市收银、餐饮服务、工厂普工等。说白了就是围着公务员经济转的，普遍月薪在1800到2500之间，想找一份月薪超过3000元的工作极为困难。一些曾在大城市从事技术和管理岗位的人来到鹤岗后，发现专业完全无法对接，无奈之下只能转行做基层工作，收入骤降为原来的1/3甚至更低。更令人头疼的是冬季取暖成本，鹤岗冬季气温可低至零下30摄氏度，缺乏供暖根本无法生存。当地按建筑面积收取暖气费，标准为每平米28元。为了节省开支，有些人选择只开客厅暖气，卧室依靠电暖气维持温度。即便如此，额外增加的电费高达800元左右。除了经济负担，生活便利也大打折扣。若突发疾病需要诊治，本地最高级别的3甲医院科室有限，复杂病症仍需前往哈尔滨就医。如今最早一批迁入鹤岗的购房者，多数已选择离开。说，据当地中介透露，自2023年起，外地业主挂牌出售房源的数量明显增多，许多房产长时间无人问津，不得不多次降价处理，个别房源甚至以3万元成交。有人卖房返回老家县城后感慨，再也不信什么低价买房就能幸福的说法了，那是骗自己的童话。也就是大家如果发现一个地方房价特别便宜，那你得考虑考虑它为什么便宜，一定是有它原因的。如果这个地方人都在往出跑，往外跑，你是逆流而行，对吧？逆风飞扬，那你就得小心一点，考虑清楚了再出手啊，要不然一定会后悔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